根据统计，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，对10当前的37万人，到今年初已经超过73万人，是全国老大人上济所在。今仔日新北市府就宣布，第一季拢总有9间日照中心开幕。目前新北市已经有90间，市长侯友宜嘛强调，会伫咧今年底进前达成100间日照中心的目标。 看到家族就紧打落去，是大人算甲真有趣味。这个活动游戏嘛，通互是大人训练机体协调，另外嘛有检测时大跋倒风险的机器，2分钟就通知影结果。这个拢是新北市土城新开幕的软时光日照中心的智能设备之一，有公办民营的方式应用，注重甲科技应用伫时代的日常照护。工研院公投自日本引进的 AI 赋能系统 ICT Rehab， 着重伸展 肌肉运动，还有根据长辈状况设计的体能统合的红绳区，不论长辈是站着、坐着或是躺着，都能够达到不同的赋能的效果。 软时光日照中心正做新北第90间的日照中心，市长侯友宜日的记者会宣布，包括土城、十井、石门等地在内，计共有9间新的日照中心，伫拜日联合开幕，多数拢伫徛街区交通较利便的所在，希望互时代伫家己熟悉的所在得到好的照顾，嘛通减轻家庭的压力。我们现在总人数大概90家，因为每一家的量都不太一样。 大概有目前为止大概有4000多人的长辈，所以我们还有很努力成长的空间。因为新北市的长者确实是比较多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往前走。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，对10年前37万到今年初已经超过73万人，是全国老人人口上侪的所在。侯友宜表示，新北确实真需要长照的资源，伊嘛承诺讲会伫咧今年达成100间日照中心的目标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新北报道。